如果係未投票嘅話咧，係請你盡快啊！我俾多我俾多1分鐘俾你啊！我俾多1分鐘時間俾你。使乜投啦？我覺得佢提咗啦，講得啦。點解咧咁辛苦？我唔好乜嘢如果上到喎，講一講火先啦，啲老友，講火你嚇，我唔使講火，唔好冒咧。係，證明都有嘢俾人知道咯，唔黑箱作業咯。而家清楚啲啊議程3咧就係決定管理合約嘅。咁呢個管理合約咧點解會係喺今年咧咁事緣咧就喺2001年。喺2001年嘅時候咧，咁我哋咧係請咗新嘅管理公司嚟到係代替咗以前嗰間嘅管理公司啦。咁呢份嘅管理合約咧係為期5年嘅，為期5年。咁就係由2001年我咪都唔幫你，死唔死？咁我咧就想咧係問有冇在座嘅業主咧會喺今年2006年嘅11月15號咧係最後一日嘅。咁根據翻呢個嘅，因為咧由於合約咧係已經屆滿，咁咧係有必要咧係進行公開招標，然後咧係訂立過一份新嘅管理合約。咁我哋咧已經咧喺早前咧係根據翻呢個嘅建築物管理條例咧係進行一個公開招標，咁咧係刊登咗憲報嗰度咧係進行公開招標㗎。公開招標之後咧係總共有3間嘅物業管理公司咧係落標，咁咧係分別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啦，第2間就係智邦興業有限公司啦，第3間咧就係廣深聯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嘅。咁咧係經過當日開標咧，當晚開標咧有唔少嘅業主咧，亦都喺在場嗰度咧係進行咧係睇住咧係開標嘅。咁所有嘅程序咧已經咧係符合晒管理呢個嘅建築物管理條例嘅要求。咁開咗標之後咧，咁我哋咧亦都咧係約咗呢3間嘅管理公司，咁咧係要求我哋咧係交翻啲補充嘅資料，或者咧喺招標文件裏邊
資料文件裏面咧，佢係要補充或者係釐清翻唔清晰嘅地方。咁喺呢一次會議之後咧，咁喺6月24號禮拜六嘅夜晚咧，亦都咧係邀請咗呢3間嘅管理公司咧，係嚟到呢一度停車場地下咧，係做一個簡介會。咁各位業主咧，亦都咧係早前已經收到通知㗎啦。咁簡介會之後咧，咁簡介會之前咧，咁其實咧，大家亦都咧係應該咧係收到，應該咧係收到3間嘅管理公司嘅，除咗係一間除咗有一間咧，因為佢送過嚟咧係唔夠數，係唔送過嚟嘅時候咧，傳單唔夠數，所以咧就冇辦法。咁咧大家咧都係睇過晒呢3間嘅資料，佢哋所提供嘅資料，或者咁咧，或者咧係我哋管理委員會所提供俾大家業主嘅資料，咁咧嚟到咧係今日做一個嘅決定，咁咧係揀邊一間嘅管理公司係未來嘅5年，其中3年係死約，2年係生約。嗰個嘅情況咧就一如2001年嗰份管理合約咧係極相似嘅。好，咁咧，如果咧喺第一輪嘅投票嗰度咧，冇一間嘅管理公司咧係可以攞超過50% 嘅票嘅話咧，咁咧係會進行